今日我哋一齊制服方程怪獸。方程係一條數學句子，入邊有一個神秘角色叫 Y， 佢唔講明自己係邊個，但我哋要揾出佢係咩嘢數。例如呢條 Y 加4等於10，即係有個數啊，加4之後變成10，咁 Y 係幾多呢？要解方程，我哋有一招叫相反運算，邊邊加4就減4，左右一齊公平對待看。如果係減數就做加數。5乘 Y 等於20，咁就除5啦，咁就解到 Y 勒亂。今日你學識咗方程3招神技，原來方程唔係怪獸，只係一個等你破案嘅小謎題。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玩新數學魔法啦，拜拜。